Hello，大家好，我係 Alici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每個禮拜嘅 Immigration News 恆信移民信息嘅。咁每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分享下最新嘅一啲加拿大嘅移民嘅一啲資訊啦，咁樣樣。咁個禮拜咧就講嗰個壞消息或者好消息啦。呢個消息咧就係幾個禮拜講過咧，就係加拿大有個新嘅 program 咧，叫做 Home Care Worker Program， 一個家庭護理員嘅一個申請計劃嘅，係直接係申請永久居民嘅，即係菲傭或者印傭啦咁樣。如果你屋企想請人照顧小朋友或者係老人家嘅，咁而家加拿大呢個最新嘅 program 咧就係可以俾呢啲care worker 咧，家庭嘅員工咧可以直接攞到 PR 嘅，咁樣只要有個 job offer 得㗎啦，就係又唔使喺加拿大有工作經驗啦咁樣。咁英文又低咗嘅係3分 IELTS 3分嘅啫，有 job offer 6個月嘅加拿大境外工作經驗就得㗎啦咁樣。咁嗰個好消息咧就係佢係2025年3月31號就接受申請嘅。咁咧當日咧就壞消息咧就係一開始咧頭嗰2個鐘咧就係 crash 咗啦，繼而就係咧嗰個2750個名額咧就係喺當地時間東岸時間咧就2025年嘅3月31號晏晝2點25分咧就 fill 晒㗎啦。所以咧係嗰個 program 係非常之踴躍啊。咁又有其他家庭想請姐姐嘅話咧，唔好意思，要等到2026年先至可以再申請啦，攞個2750個 quota 咁樣。咁如果係境外嘅，如果你有姐姐啊你有回流翻去加拿大嘅，咁啊唔好意思啊，移民局話幾時開放俾啲境外嘅家庭呢個僱傭姐姐咧去再申請咧，佢未有確實嘅消息嘅咁啊。一有呢啲消息，我就同你哋分享啦。咁如果係你覺得消息係親戚朋友都想聽嘅，歡迎你同我哋 share 啦。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嘅 case 咧需要有啲特別嘅 consultation 嘅 private consultation，請嚟 PM 我哋。下次再見，拜拜。